在正中午的大太阳下控头油是难得的体验。桃园观音乡的阿公阿嬷不怕太阳晒，烤得不亦乐乎。我现在70多岁啊。你现在70多岁了？对呀。几岁？以前是10几岁、13岁、12岁的时候开始就在玩这个东西啊。负责指导控油的吴文生参加过823炮战，对地瓜的回忆甜中带苦。我的时代嘛，阮较无钱，我拢食炒番薯签嘛，人睡的地方，下底下那个大通铺下面，对啊，全部放地瓜，全部放地瓜，放满满的。回想贫困年代，控油是何等快乐的享受。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家重温儿时，等着验收好滋味。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个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说这个100分？因为这个他是他讲的，哪个师傅做的？因为这个师傅把它做的，他烧的最漂亮啊。炊烟袅袅，烧柴香混合着泥土芬芳，开窑时刻像尾牙抽奖般趣味十足。到了，我到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锡箔纸。锡箔纸包的。有包。对。小心哦。人手一个香甜番薯，吃得津津有味。烈日当空下，欢喜品尝。天喜董宴的。天喜董宴。好热，天气好热。甜食暗面，甜食暗面。